孙孙啊，孙孙，电话挂，还是走一步。孙孙，孙孙，孙孙啊，你想哪啦？孙孙。 这小姐姐，给我倒一杯果水。袂要紧啦，我著甲你捧过啊。先生，我拜托你好无？你紧转去，莫搁过来啊！是安怎？你知影我是啥物病无？是迄落讲话，你敢有去看医生？袂有啊，无效。你阿爸母敢知影？我坚决莫过来啊！所以你嘛莫过来看我，你紧走好无？我求你。我知，但是我有讲，我无可能放你一个人乱照顾。你好好休讲，我过两天才来看你。啊？这里，不看的好，豆豆，你会忝无？袂啊。你遐头前啊？阿母啊，请连咪来小等一下，我这后一班吼。啊，你是要搁去倒啦？我想讲转来戏院甲看卖啦。啊，拢啥物时阵啊？你搁要转去戏院？戏院也毋是你的啊，看啥？啊，达表舅讲甲戏院交我，当然来过好势。我去顺顺啦，无代志，就随赶去找恁啦。好啦，啊，就较紧的哦。啊，阮这边孤山等你吼。嗯。安尼你家己较细腻的啦。好啦，你甲阿母过好势呢。我来去吼。优卡，你安怎无？我无代志。无，歹势吼。行，你来走。
车会来啦。你开门啊！你开门嘞，哈！阿母，青香啊，你紧落来开门，我甲你挂车会来啊。放到门口就好啊。莫啦，你落来开门啦，哈，紧嘞紧嘞。你莫入来啦，我惊甲你袂着。那呢，你得家己照顾家己哦。我知的，你放心。我囥伫个门口口吼。遐死几落万人，凊彩一个炸弹落来，命都无去啊！有啥好惊的？
先生，咱哪无较早熟悉？其实，伫你去科隆目标进前，我就伫面搭看过你啊。咱若迄当阵熟悉，即马毋知变成安怎。是啊，毋知变做安怎。你巴肚会枵的？我去厝边互你食。你会记得咱伫东京录音的时阵无？你比顶边较乖。顶边我要饲你食，你讲毋紧。一定要家己食。先生，后世人换我煮来互你食。我歹后世人，我要爱你这世人就煮糜互我食。顺顺，你袂使放弃，你一定要好起来，啊！先生，我惊火，等我死去了后，叫我阿爸。我会甲我送去烧掉，好好。叫我阿母，互我穿迄白色的乌好啊，你莫黑白想啦。紧困，困落饱，身体才会较紧好起来。